今年是南投玻璃社厅设立150周年，公所规划特展要来呈现出玻璃对清朝末期建成、伫日本时代的发展佮战后重建、甲当代转型的过程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就像时光隧道。光影甲纹理，互人呐亲像行入时间的棚空，利用 AI 技术，甲老相片变作影片。 也互人呐像回去到清朝日本统治战后这个时期，今年是玻璃社厅设立150周年。玻璃店公所出版《笔录男女》大玻璃故事集一本全册，也举办特展，民众会当对早年大大的居民家路拓宽的过程，上好林地的气质，到族群共存的生活场景，看到大玻城的变化甲成长。 展览内底呢有用到大量的为国外摕回来的这个文献资料，哦，包括伫美国国会图书馆啊，有这咱台湾的博物馆哦，等等单位提供和玻璃有关的文献。在展览当中，也当看到玻璃被捕捉的相关文献。玻璃过去属于水沙连6社之一。 103年，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刷入玻璃，这也变做原住民斗阵生活的重要所在。后来因为国际势力介入，甲一寡民变事件，清朝开始重视台湾。在1875年设大埔城，官方的统治甲汉化教育，对平埔族的文化冲击真大。文书学者指出，目前玻璃的瓦遮甲甲哈布的基建有完整的记录，呼吁各界做回来重视平埔族文化的复兴。这个玻璃人会当来了解讲。 咱的祖先吼对于150年前开始开垦经历着足济困难，一寡文化的这个历史而且来参观的人，我有限量的这个册要来送予大家。玻璃店公所表示，特展对12月13到28在玻璃店艺文中心登场。 若是回顾，也希望让居民透过影像重新理解土地甲生活之间的连结，也为未来留落来文化记忆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